我成日都聽到啲人帶住擔心嘅問同一啲問題：耶穌真係存在過咩？我哋應唔應該認真拒待福音？但其實呢啲爭論有咩用呢？除咗令人懷疑同埋縱容罪惡，我哋已經習慣咗將耶穌拯救呢幾個字當成一個漏洞，好似一塊可以隨時敲嘅石頭，等自己可以逃避責任嘅。有幾多人明知故犯，專登敲嗰塊石頭，以為恩典會行先，唔係為咗行聖潔，而係令犯罪變得更加舒服。但係喺耶穌嘅死入邊，真相就有兩重意思。第一，呢個世界上佢嘅意義，甚至可以話係佢意義。第二，就連圍繞嘅存在與否嘅無盡爭論都包括埋，因為透過咗佢死，我哋會記得呢啲爭拗根本嘅意思，留低咗唔係肉身，而係靈。喺嗰份靈入邊就有對基督真正嘅認識，學到嘅教訓，教曉我哋嘅愛，仲有嗰份繼續喺個真理多過爭辯嘅人身上流動嘅生命。我哋都會被提醒，就連科學都認同內在喺此刻先至係真正存在嘅一切，其他嘢都只係未被融合嘅回音嘅教訓，仲喺度慢慢滲入我哋嘅意識。滲入而家嘅教訓係我哋自己咁去融合嘅，佢哋要麼為此刻注入生命，要麼帶嚟混亂，或者呢個就係預言本身。永恆嘅當下其實係偽裝嘅，戴住時間嘅面具，直到我哋學識穿透嘅嘢，認出原來一直都係上帝同我哋講緊嘅，但我哋已經唔再專注於呢個真理。耶穌拯救其實係靠我哋對佢教導嘅認識同實踐。相反，我哋反而建咗一座誤解之塔，幾百年嚟都係靠恐懼去維持，驚佢根本唔存在，驚我哋唔識正確咁認識嘅，或者連佢個名都叫錯。呢啲恐懼其實係由國家同教義操控細節而產生出嚟。但係當我哋將焦點由被犧牲嘅身體轉移到佢親身經歷嘅故事、實踐嘅教導，我哋就會開始見到真正嘅奇蹟，展現更多人得到拯救，唔單止靠信仰，而係成為活生生甘道嘅反應。因為重點從來都唔係個故事係真定假，因為貫穿住個故事嘅靈依然會講出同一個真理，佢依然會拯救人，提醒我哋啲唔係事件有冇證據，而係明白佢嘅意思之後帶嚟個改變。當你冇心打開去接受教訓，靈就會入嚟，救贖就係此時此刻發生。當你企喺上帝面前，你仲剩低啲咩？唔好爭辯上帝存唔存在，因為你作為被造之物，本身就係上帝存在嘅證明。呢個先至係永生同永死真正嘅意思，唔淨止係討論或者信仰咁簡單。重點係平安，一種即使一切都冇晒都仲存在嘅平安。因為當所有幻象都消失，只剩低你嘅本質靜靜企喺度，你會見證咗咩？如果你入邊剩翻啲只係一個謊言，耶穌又點救到你？你走唔甩自己，係咪？即係你可以，但又真係得咩？定係當你內心嘅真理認出嚟，入邊嘅真理，當被造之物記得翻嚟嘅創造主救贖先會顯現。